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1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灾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检察官查出，疑似是一个姓黄的查某人点香挂网，煞甲香火乱弹，造成火灾。检方也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羁押禁见。啊，那伊的男朋友姓郭的查甫人是6万块交保。另外，市府嘛请专业的技师确认过大楼无安全的疑虑，已经筹备11人的独立小组要查明真相。在城中城大楼内底，姓黄甲姓郭情侣，10个检察官获审了后，为证人解列嫌疑人，搁认定姓黄的女子涉犯公共危险、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向法院申押禁见。姓郭查甫人是6万块交保。被告2人均设有刑法第173条第2项失火烧毁住宅及第276条过失致死之罪嫌，犯罪嫌疑重大。黄姓被告有逃亡及勾串证人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郭姓被告则预支新台币6万元交保候传。10个民众伫警察甲监狱人员陪伴之下，重回火场提财物。这个家内底姓黄的头家，就是为火灾当中受伤，人伫交互病房救治的员工提手机甲财物。伊讲经过1楼确实囤袂少物件，行路真困难。大楼内部的状况无甲老好，内底住户也向政府发声。就烧得乱七八糟啊，就很惨啦。1楼、2楼楼梯有堆东西，3楼以上没什么东西。希望说我们的大楼应该要能够快修法，修法，然后让我们这些住户大家能够安心的住在这里。这场火造成46人死亡，消防强检判是因为装潢大部分是木质加上玻璃帷幕。乌烟一直传，高度量住户大部分是弱势老大人，互不少人互乌烟砸死。市府已经组成11人独立行政调查小组，要聘请建筑消防法律专业的副官学者加入，向3大面向的调查完整调查责任的归属，各检视即马法令是毋是周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火，46个死者当中，已经有44人确认身份。市长陈其迈昨去殡仪馆慰问受难者家属，佮去病院探视伤患。陈其迈强调讲，市府会全力协助住户的丧葬佮医疗，也协助灾民的后续安置。市府已经开设捐钱的口座，协助灾民相关的需求。家属伫社会局这个单位带来到殡仪馆办理相关程序，要指认罹难者的亲属。高雄城中城大楼10时透早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经过检察官透明相验，目前有44个人确认身份。15早起，家属也陆续互人通知到场指认。本起事故目前死亡人数为46名，44名已完成身份确认，另有2名女子身份不明。从昨晚漏夜相验。目前已全数相验完毕。城中城大火造成46个死亡，41个受伤，是台湾这几年史上上严重的火灾事故。市长陈其迈先到殡仪馆慰问家属，搁到病院探视伤患，互人问起是毋是爱为这起事故负责，陈其迈后定。深切的反省，我也不会回避我的责任。除了死伤住户，因为大楼烧甲规乌索索，佮加上检验这2天还搁咧做相关的相验，幸运逃走出来住户有部分社会局安排带入去旅馆，会搁做相关的处理。目前我们掌握有22户，是依亲的一些名单。那这些名单我们都会陆续跟当事人做联络，也了解他们现在的一些需求。城中城袂少住户是弱势民众，也是较侪回长辈。事故发生了后，一寡热心的民众拢表示想要帮助住户。市政府也为城中城大火开设捐款小户，到时阵拢会用伫灾民相关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面对这场高雄有史以来死亡人数上侪火灾，总统蔡英文除了指示要赶紧查清楚意外原因，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甲立法院长游锡堃，拢捐出1个月薪水，希望会当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落难到高雄探视，提供到受伤的民众一个人1万块的慰问金。高雄城中城火烧厝46人死亡，是高雄史上死亡人数上侪火烧厝。总统蔡英文15对高雄的大火来做出回应。伊在活动致辞一开始，对着造成严重伤亡的高雄大火事故表示感觉真艰苦，希望赶紧来调查这灾害原因。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非常的难过不舍。现在许多伤患还在医院救治，不论伤者或是罹难者的需求，我已经请我们行政团队务必全力协助，也尽快厘清灾害的原因。事故的原因，警方我也特别要求现场要完整保留好，对责任要查究清楚。事故发生原因要彻查，伤者甲罹难者家属灾后支持也一定要做。蔡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要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拢以个人的身份捐出1个月所得，希望协助这摆事件的受灾户共度难关。立法院在15开议进前是全体来默哀。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现在，请大家起立，一起默哀1分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临时更改行程，到高雄来探视伤者。我觉得这是全民都希望他能够负责到底，也要究责到底。跟高雄市党部党团、跟高雄市议会党团、跟高雄市党部，我们先给每一位伤者1万块钱的慰问金。当然是让我们心情非常的沉重。如果有失职，该追究的就要追究，给全民一个交代。前总统马英九穿着黑色西装，在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陪同15下晡到城中城大楼前献花默哀致意。王金平是准备慰问金，希望伤者用早日好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城中城大楼内底有店面也有徛家，是一栋混合大楼，而且无管理委员会会当到看过，有真大的安全问题。其实国内目前尚无有9000栋这款无管委会混合大楼，所以即马内政部暗算要修法，强制公寓大楼爱成立管理委员会，减少旧大楼趴远无人维护，造成安全问题情形。12层楼高的城中城大楼，1楼是店面，7楼至11楼是徛家，其他的楼层拢是商场，有的已经趴远真侪年。因为这栋大楼是伫民国70年进前起的，内政部讲无成立管理委员会，就目前的条例是无法度强制规范，也无法度翻头追究。为了让建筑物的公安管理较周至，未来嘛修法强制规定。在84年以前的这些复合式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住商混合的大楼，产权复杂，那很可能它又超过一半。又不愿意，因为他没有在营业。如果成立管理委员会，他要付管理费，他又不愿意，那这个我们要立法来解决。城中城大楼即个半暝大火，凸显出旧大楼管理的问题，甲建筑物公共安全密切的关系。内政部按算修法，条约立委嘛交拢认同。如果可以尽快修法的话，那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会很快把这个修正法案送到立法院来做修正。政府的公权力的这个部分一定还要再提高哦，这样子才有助于都市的更新。市高用讲，目前也是有18000户的住商混合大楼，无下用民国84年实施的公寓大楼管理条例。经过各县市积极辅导，成立管委会有9689栋，6都内底台南市效果上好，有69%成立管委会。因台北市的辅导绩效无到40%，原因是因为大楼的数量伤济。因管委会成立了后，住户的配合度嘛，真做是另外一个挑战。有的住户就会自己去买这个机油囤放门口放杂物的这些坏习惯，纸箱、鞋柜、纸箱也是易燃品。管委会挫折在哪里？常常执行的时候，住户不理他；当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常常求助无门。嘛，同款是台北市辅导公寓大楼成立管理组织的计划主持人郭基祖，伊讲使用人本来就维护甲修理的义务。不过，政府对社区违规的行为处罚是伤过轻，所以效果才会无好。除了政府爱修法以外，民众自我提升安全的意识嘛，介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陪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来看《自由时报》，世界卫生会会员大会10月11日开始伫英国伦敦举办5天。中国医师会提案讲要取消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甲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不过经过大会讨论，各个代表是99票比19票否决这个提案，而且用91票比16票的票数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加 WHO 甲 WHA。接落来是联合报。中国神舟13号载人的飞船伫今仔日翻点过升上太空，3个太空人要伫轨道驻留6个月。其中，中国头一位行出太空船舱的女太空人王亚平，也会进驻中国太空站。接落来是《中国时报》，
中国军机伫这个月初是一直飞来侵扰咱台湾的西南空域，引起国际关注。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真坚定，会继续维持台海甲区域和平稳定。美国也强调讲，会依照台湾关系法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也反对任何想要改变现状行动。台湾东洋伫去年争取代理 BNT 疫苗无成功，外界质疑讲有牵涉内线交易。检调昨昏嘛去调东洋总部，约谈总经理等26个人。检调也查出台湾东洋内部有真侪个站涉嫌利用疫苗的采购案来炒股价、赚片头。昨半暝，甲即寡个站移送检察官复审了后，今仔日总经理施俊良用3万块交保。专案依照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嫌来侦办。台湾东洋真济个站，互调查官以上树林地检署复讯，16透早，施俊良以300万交保，东洋东正医疗事业群副总经理邱志源200万交保，其他被告交保或者是请回。东洋去年争取代理德国 BNT 疫苗破局，15早起办公大楼气氛真紧张，因为检警大动作来搜查查扣大笔的资料。这两公司都跟其他的他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相关的主管，还有相关的买卖涉嫌有内线买卖股票的人的住家，总共26个地方。台湾东洋去年10月公开宣布摕到德国 BNT 有条件授权书，有国营买3000万剂，有希望伫第一季交货。不过去年11月代理案破局，东洋股票交易出现不正常，检调修正发现，公司内部高层甲亲友可能牵涉内线交易。19分26路，搜查台湾东洋总部、家人上北台中等涉案人的住所，各约谈总经理施俊良等26名嫌疑人到案，以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嫌侦办。台北市处在经过查证以后嘛。相关的我们查到的这个可能涉及到嫌疑的这些资料，就报给检察官去指挥侦办了。应该有4个月到半年之间了。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严谨的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相关的搜证。后续的发展法务部也会密切的注意。检调发现，东洋宣布离岛了后，内部有人马上买股票，迄礼拜成交量暴增将近5万张，股票以67块冲到90块，等甲知影破局，马上卖出去，6到76块，初股不法获利500万。树林地检署经过3点钟复讯，施俊良300万交保，邱志源200万交保，其他被告3到15万交保，员工亲友团17人拒保，其他9人家力关系人请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顾问小组投票通过，讲建议替高风险族群佮注第3档 Moderna 加强预防针，不过第3档只要注一半剂量。另外，胶性疫苗敢需要注加强预防针，专家小组也会佮开会讨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顾问小组14透过投票，建议当局予集会人抑有高风险的族群注第3档莫德纳疫苗来加强保护力。We do have a unanimous 19 out of 19 yes votes, and that concludes the voting portion. 甲审核辉瑞第3档的时阵同款，建议注射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集会人，18岁至64岁的民众，重症高风险，抑有伫高风险的场所上班的族群。FDA 专家小组嘛建议讲，注过2档莫德纳疫苗了后的6个月，注第3档的剂量是52克。We chose the 50 microgram dose for the booster because we believe we should vaccinate with the lowest amount of antigen needed to induce an immune response.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my mind that the break of the curve now was due to the booster dose. There was nothing implemented at that time, period of time that got the curve to break. 伫北京8月份宣布大规模注新冠疫苗第3档了后，美国 CDC 13宣布目前已经有约900万人注射。美国总统拜登也阁强调讲，强制要求员工注疫苗的政策，互国内疫情有明显转好。Daily cases are down 47%. Hospitalizations are down 38% over the past 6 weeks. Over the past 2 weeks, most of the country has improved as well.
Case rates are declining in 39 states, and hospital rates are declining in 38 states. We're down to 66 million, still unacceptably high number. 即马疫苗注射率提悬，美国疫情已经开始有控制落来。以最近7天平均的数据来看，每一天确诊的人数是比前一礼拜降低12%，死亡人数降5%。虽然每一天还是有超过1250个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不过这些人大部分拢是还未注过疫苗的人。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转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昨增加4个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加死亡个案。境外病例当中，各加3个人是染到 Delta 变种病毒。目前国内总共有171个 Delta 病例。另外，指挥中心表示，甲疫苗配合资料登记唔对医疗院所已经拢改好势啊。日本嘛宣布讲，要佮送咱一批 AZ 疫苗。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5拜5搁再加零，已经连续第4天本土零确诊，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境外移入新增加4例，全部拢无症状，这也属有突破性的感染。序号1跟序号4都是分别接种过2剂的科兴的疫苗。那序号2是接种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序号3则是接种过1剂的嬌生的疫苗。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的境外移入病例基因定数的结果，伊佫新增加3例 Delta 变异株的个案，总结过来总共验出171例 Delta 病毒。境外移入的病例虽然每天都还是有个案但是它的这个病毒量 CT 值都是属于病毒量偏低 ，CT 值偏高，整个国际上疫情处于一个相对趋缓的一个情形有关哦。特别注意的是，7个以来国内境外移入个案总计有510例，其中完整注射2剂疫苗了后，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有145例，当中如果以注射 BNT 疫苗比例是上悬的，有52例，占35，搁再来是 AZ 有33例。不一定是跟这个厂牌本身的保护力直接相关，虽然有少数的突破性感染不过占整个接种情形来看，应该大部分接种的民众还是会降低这个感染跟后续得到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除了最近陆续传出医疗院所误写这个疫苗的配合，指挥中心讲，除了台北市的中心诊所、康宁病院、新北市的老医公诊所也有这种情形，不过拢已经修正完毕啊，后续会来要求设置这个防呆机制。有一些防呆机制啦，或者说尽量用这个电子病历的方式那用这个 API 的方式跟我们借接那避免就是人工的部分有这个可能不小心批号物质。另外，注射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一个新增加8例 ，AZ 加莫德纳各有4例，年龄是在54岁到85岁中间。另外，注射疫苗了后，心肌炎、心包膜炎个案的追踪有27位，包含 AZ 有8位，莫德纳有13位 ，BNT 有6位。另外 ，BNT 6位，年龄是在13到16岁中间，拢已经出院。记者综合报道。纸本的5倍券拄开放使用1礼拜外，所以已经有几若站摕假的纸本券买物件的事件。新北树南有一个负责人摕假的1000块5倍券去买物件，互店头家抓到。警方调查发现，讲是这个负责人翁婿同事咧影印5倍券卖人。这个同事即马也已经送地检署侦办。未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负责人骑奥多摆，伊分数早5倍券，准备要去柑仔店买物件，想袂到算小了后，店头才发现讲伊摕5倍券竟然是假。这对起来是颜色不一样嘛，差很多嘛。警方接到报案，调监视器比对特征了后，找到这个姓叶的负责人，伊主动甲手头4张5倍券交出来，而且讲这是因翁予伊的，伊唔知影这个5倍券是假。那若因翁到案了后，甲警察讲，伊是用4500的介绍，甲伊一个姓沈的同事买。落尾这个姓沈的查甫人到案了后，有承认讲是因为经济状况歹，才会想空，甲因老母领到的5倍券，摕去便利商店影印，想要变做2回来用。我们在住家查获了剩余的8张的伪造的5倍券，我们依照伪造有价证券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针对市面上传出有人用3倍券冒充5倍券消费的代志，财政部讲，银行的验证机拢会当辨识出是真是假，嘛提醒业者在收5倍券的时阵，顶悬有防止伪造辨识的图都要看好真，嘛会当用手摸5倍券顶悬有印立体，用手会当摸会出来印痕，还有视种手感线，避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让歌戏新的生命，长美分歌戏团又开卖4档的时间，用电影手路加入侪歌舞的元素，打造歌戏的戏剧，名无客栈。明仔载暗时8点，就伫公司台语台准时放送。牛山片甲祝英台延续因凄美挂心做的爱情，少年演员施以南甲李晨娜头摆伫咧电视顶搬歌戏，就搬了正出局。来哦，大家进来啉汤哦，汤要去投胎转世哦。歌戏国宝王金英甲小米老师演名博，伫咧这次名博客栈以歌戏为主体，打造新形态歌舞情景的戏剧，是改编对长美分歌戏团2018年同名的舞台剧作品，表达人总是伫咧失去了后，才在珍惜，希望会当加做台语音乐剧的起头。互少年人会当因为这出戏来行入个歌戏的世界，歌戏毋是因印象当中敢若陪阿公阿嬷看迄种的尔。咱台语，咱语言是足水的，歌嘛足好听。所以我会想讲，咱宁波客栈会当互大家看到一个台湾戏剧的可能性。用得要4年的时间制作，剧组的阵容不遐大，有歌戏的国宝、演艺界侪前辈，也有金曲歌王柯富凯。其实本言甲俺平常时讲的台语是完全无共款的。有时啊，感谢我妈妈也当教我呢练台语。希望年轻人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然后融入我们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的歌仔戏。宁波客栈10月17拜日，伫咧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首播，招观众朋友斗阵透过银幕听台语，看歌戏安怎伫咧传统的底底开机散戏，行出新出路。记者民警曾派文在个报道。天气报你知，入秋以来的头一波冷空气，今仔日下晡会到位，恐惊影响到后礼拜1。来看温度，这2天影响台湾的南风云系已经渐渐离开，天气变较稳定。不过，这款天气干那到今仔日顶晡，下晡开始就会转凉冷，因为入秋以来头一波冷空气伫下晡会到位，影响到后礼拜1。北台湾会为30度以上的高温降到上加20度，而且东北风变强，落雨的机会增加。桃园、新竹、苗栗以北，还有花莲、台东会落雨。北部甲东北部有机会会落大水雨，提起乡亲就要注意。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2度到34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